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今仔日咱来到台北市市郊西好唱吧四寿山这附近，这个叫做永春鼻。这呢，一个趣味的老师，伊出了一本册，叫做《听动物咧唱歌》。是安怎呢？伊专门咧用台语咧消解着大自然、昆虫，甲乃至到自然界所有的生物的动态，而且带囡仔班，今仔日真新节哦，咱斗阵随着囡仔班来听周老师讲课。定定伫水边仔会当听什么声？四卡。啊，搁有啥物？有一个伫顶面飞来飞去的，迄有无？水产嘞。嘿，水田咧，搁有啥？豆仔搁有啥？猪。猪哦。嘿对，有一寡水猪。啊，像遮有当时内底若有鱼啊，嘛有水鸟来食。恁敢捌看过迄个头红红的迄？会细的。啥物物件？细呐。细呐过一下伊就有声对无？会。啊，像遮有一种头壳红红的鸟啊，伊身躯是黑色的，恁敢有印象？敢有？无哦。一种叫做红骨顶，迄种黑色的水鸡有无？敢有印象？有吼。啊，恁即摆有听到啥物声无？咱伫咧水边啊。迄是啥物？小白鸭。你看觅。你哪声？后边哪有人在叫？对，有一种水鸡的声。啊，即摆边仔阁有鸡的这种声是啥？啊？蛇哦，边仔呢？看了。叽叫，恁有看到死呐是无？看了。你有看到死迄呐？个芳哦。白色迄边。哦。啊，毋过无足大声，应该离咱足远的。啊，遮足侪迄种开黄色的。迄啥物花？咱知叫啥物花？毋是莲花，伊甲莲花有淡薄仔像，就是伊的叶会浮咧水面。哎。哦，啊，伊的花就会开出来水顶悬。像恁较悬吼。嘿。好，行，咱继续行，看搁有啥物。好来。啊，像即摆咧落雨，所以迄田咧拢恁缀我的雨伞吼。哦，一只。哎呦，一只啥？迄只像。两只。毋是白色的呢？毋是哦。即摆较大，就较大恁。红粉色哦。较大迄只是暗光鸟。暗光鸟哦。嘿，好，行，咱继续行，看搁有啥物。遮拄仔有一块牌啊，咱看落甲龟呢。讲较大声诶。落甲龟。落甲龟。恁敢知因细汉住倒？土内底吼，啊细汉住土内底时阵叫啥物？有人知？这是因的卵，啊来这细汉的时阵，这个阶段吼，咱拢叫伊鸡母虫，鸡啊最爱食的。啊来变做因大汉的时阵吼，因中会经过一个汤包的阶段，就是咱讲的蛹。哦，啊汤包羽化出来就会像安尼，就变做一只落甲龟。啊咱等下。等雨较细的时阵，咱会当去找看。找落甲龟。嘿，咱去找落甲龟。哦。咱大家做伙。好，行。哦，塑胶。哎，一人围一个。真厉害哦！咱进来比吼。这吼内底，唔是饼哦。噔噔。哎呦！恁一人拣一只，啊，恁看嘛，恁知影是啥无？恁敢知影恁摕的是啥？你要小答哦，恁会当介绍一下无？这只，哎，你第一个，这只是啥？这只啥物？山鸟，啊，你的咧？蝉衣，啊，你的咧？鸡母虫，啊，你的你唔知？哎呦，我那个串起来啦！你共串起来。哎，我甲你讲，这只是啥？对，这是一种刺毛虫，啊，不过伊其实是无毛嘛，无刺，伊是一种尾叶的幼虫。恁敢有看过？放入菜汤啊？这是迄个红蝶迄类的。红蝶的哈。大只的。啊，这种红蝶吼，伊若是拄着危险的时阵，恁敢知伊安怎？
你若甲伊摸吼，伊无欢喜，伊就会按遮存伊的臭角出来，存这臭角。迄个喙齿呢？迄毋是喙齿，迄毋是喙齿。迄是啥物物件？啊，我有喙齿喙。这是啥物件？六角菇。伊的臭角哦。老师，迄臭甲真正臭草，是哦。就是伊食的物件，伊食的食物的化学的物件会嵌在内底。啊，伊甲伊摘出来的时阵，伊会安尼海来海去。啊，所以边仔你伫边仔就会闻到一个臭味。较小可正偏。啊，有的人介意哦，有的人感觉香香。伊就是食物内底的化学的物质的味。好，啊，我头拄仔要甲恁讲，咱头拄仔讲要去找六角菇对无？六角菇了我食。嘿，六角菇伫你遮，伊细汉的时阵吼，因妈妈会甲因生卵，吼，这是因卵圆圆的形，啊，因的生卵伫咧倒位？恁敢知因生卵伫倒？嘿，对，这是黏土做，伊会生咧土内底，啊来伊就会变做安尼。哎呦，变做安尼，鸡母糖。啊，鸡母糖吼，因为拢是住伫咧土内底，像一寡金菇类的，啊是六角菇，因拢是生安尼。啊，所以因伫咧土内底会去互鸡啊。这看起来香的吼。对，就是金菇类的较细只，啊，若六角菇会较肥较大只。啊，以早迄咧饲鸡，因拢是放因出去后白走嘛。啊，所以迄鸡母拢会安尼飞土有无？甲迄土乌乌的，啊，若是乌着糖，伊就来食掉。啊，迄通常拢是金菇仔的幼虫。啊来，伊搁较大汉了就变安尼。恁敢有看过？恁无看过伊的糖包吼？嘿，伊变安尼的时阵无啥会叮当哦。伊就是按即个幼虫的形变做烫皮，变做安尼，这就是糖包。啊，糖包的时阵，伊就会差不多规半个月、几个月伫内底。啊，等甲热天羽化出来，就变做安尼，就变做恁看到的六角菇。啊，你敢知啥叫六角菇？敢有人知影？因为有角哦。啊，有角啥叫六角？你敢知影？六角哦。六角。啊，毋就生甲有敢若鹿仔内个角共款。嘿，因为咱台湾有一种花鹿啊。嘿。哦，啊花鹿啊，伊角会分叉。啊，像即只就一个。像即只吼，伊这角虽然较细支，这模型的角较细支，毋过恁算看嘛，因有几个分叉？对啊。有几个尖尖的？这比册偌济？4个。啊，你算几个？你头也无算，你就讲3个，嘛是4个对无？对，啊，伊若是愈大只吼，伊个笔册，伊个分册就会愈明显。愈明显。嘿，啊，就像鹿仔角共款，会笔做4个安尼。啊，所以有人叫六角菇。六角菇。嘿。啊，咱等下会当去找看觅，因为即马是因的出来，哦，因出来的季节。啊，伊通常袂叮当。好，啊，恁阁有看到啥？啊，像即种吼，即只另外一种鸡母糖，伊是对，爱甲倒转去。即种是整菇仔的鸡母糖哦，整菇仔的鸡母糖甲六角菇的鸡母糖，恁敢知影安怎看？较大只。较大只哦，啊，毋过嘛是有六角菇的种类，就是有一寡。啊，面型生做无像，无共款的吼。面型淡薄仔无像，啊，主要是咱会当看，主要是看因的尻川哦。恁敢有看过鸡母糖的尻川？无。哎，恁看遮，恁看遮。你有看过伊甲你放屎哦？六角菇的吼，还是金菇啊？伊的尻川是滑的，伊的尻川遮尻川皮是滑的。啊，若是像整菇啊，伊的尻川是直的，嘿，直的。啊，所以按这就会当足明显，会当看讲。这是迄个华语叫蟹之腔吼。就是因的肛门。啊，恁看讲有几支骹？这几支骹？恁头拄仔看。有的是手，有的是骹呢。恁敢看得出来？恁看有几支骹？你正滑。6支。一个6支。有啊。一个6以下。啊？一个6以下。啊，那是。我俩做你咧讲日本话一哭啦。伊这吼，你接话一个，伊的身躯，咱一般咧看刺毛虫的时阵吼，就是伊身躯才嘛有骹对无？哦，啊你若是甲这整菇啊幼虫，恁拢甲拔开啊。整菇啊幼虫，咱看
头前遮就好。这6支卡才是真正的卡哦。哦，啊像刺毛虫这拢是假的卡哦。这假的卡就是伊变做虫包的时阵就无去啊。啊，伊等到大汉的时阵，伊就是会飞的时阵就是剩6支卡。哦，这就是咱讲昆虫因的特征。好。囡仔兄，我甲你请教一下，恁厝里敢有咧饲这种虫？啊，你饲啥物虫？我有饲一大堆虫，啥物虫？六角菇啊，哎，啊，搁有鸡母虫。鸡母虫哦。鸡母虫有一杯高放屎。哦，啊放伫倒位？我手里，啊，搁甲我夹。哦，够拄疼。啊，你会惊未？啊，我有直接甲伊放落肚啊。哈。放落肚内底啊。啊，等下咱若是较无好，恁要去找六角菇本人无？对。恁敢有找过？恁之前敢有去找过真正的六角菇？你嘛无？咱毋捌你去野外找哦。等下我先甲豆。好较甜啊，咱来通来找六角菇哦。好啊。你先甲咱讲吼，甲恁先生是斗阵来带这课，还是讲今日较特别？哦，这是就是准天家己带课，啊，我会来就是带囡仔来上课，就是阮查某囝嘛会对，一个月差不多1摆到2摆。对。伫厝里恁都会教这有诶无诶，所以伊来遮其实伊是算真老教啊，伊就种规拢捌啊。我感觉嘛毋是安尼讲，哈，因为虽然讲伊本来就是读这，就是读生态。读通拖的，啊，毋过其实自细汉，就是伊伫遐上课过程，伊拢是华语的教育。啊，伊读到研究所都是英文，因为阮两个熟识的时阵，就是还未结婚，正伊无伫遐做这，伊拢是伫遐拍片。阮同行啊。对，啊，伊拢当然拢是拍科学，啊是生态的。以前是有客台有原民台嘛，啊，因会有家己节目。若无就是一般拢共款嘛，是拢华语的节目啊。所以其实为着要准备带囡仔出来行打课，其实家己开足多时间。完全一切中来了，对吧？就是你所有你实在通拖，你要去查资料，啊，而且就是爱问爱查资料，到底台语要安怎讲？啊，而且就是因为台湾每一个所在讲法无共款，啊，虽然讲。你有你家己的讲法，就是伊就算伊台南人嘛，所以伊可能有台南的讲法。啊，毋过可能台北爸母讲，我毋是安尼讲，因为有当时毋是对啊毋对，你袂使共讲你讲的毋对，我讲的才对，啊是你讲的对，我讲的毋对，无，迄就是每一个所在讲法无共款。我上烦恼的就是，为啥要做台湾动物来唱歌嘛是共款的道理，就是我一直认为讲，因为迄是阮两个拢认为讲，若是一个语言，你是无法度。为这个语言去学到新的物件，这个语言有一天一定会死去。哎，有听到蝉的声，还有啥物？蝉啊，还有啥物？我听到人讲话的声。哦，有人讲话的声，还有无？敢有听到嘟噜噜噜，嘟噜噜噜，嘟噜噜噜，迄是啥？这啥物物件啊？迄是啥物的声？身躯会巴里鸟的迄种啊，身躯足花的有无？哦，才有一只物件叮当的，敢看到？伊即摆可能准备要做梦啊！你看我即摆照拢无看到啥物蜘蛛丝对无？所以因即摆可能要做新的，伊就是暗头啊开始会去做新的梦啊。啊，通常咱若是伊若做好啊，就会看到一连有无？伊先去边啊，甲迄滴的丝甲伊揪的。啊来，伊就去做环的。恁敢知影蜘蛛丝会黏的是直的还是环的？环的，直的，直的。嘿，拢有人摇呢。是环的还是直的？啊，毋过即摆无环的通试互恁看，我摸直的互恁看哦。你看下这直的吼，我镜头摸，拢无反应对无？袂黏。我蜘蛛在上班。无啦，我是讲会黏无？伊袂黏的我的手对无？啊，毋过即摆无环的通好摸。遮有一条环的遮，你看。你看，若是环的小可仔，伊还袂做会黏的，伊这拢阁袂黏的。哦，所以等下暗头啊，因开始做梦啊，伊就会当准备暗时要掠虫来食。好，啊，恁说你哦，恁来遐过去。来，我有看到遐。恁来看这丛树啊，恁来看这丛。
这张，哇，我看着香。迄边嘛有是吧？这嘛是那卡。嘿，这嘛有神那卡。啊，恁看这树啊，是毋是拢破空、拢破皮？敢有看到？因这树啊，这破空吼，就是恁伫要有机会看到落甲龟啊，恁敢知影是安怎？敢知影？敢人知影？敢人知影？像那树啊破空，就伫要找着落甲龟啊。这是应该吐破的，应该树皮吐好破了，迄树啊就会流树泥，啊，因就上爱食迄。哦，啊，所以咱即马即几丛吼，拢有，这神那卡。佫是我。伊先淡去啊，是吧？咱来。你要打屁屁的？好，行。哦，吹到啊！哦，恁吹到啊？哦，这当啊，这可能当啊死去的尔。对，恁头拄仔伫迄树仔骹捡到这就是落甲龟，啊，毋过伊可能即几工死去啊。你手牵互开，叫阮看者。恁若要捡，啊无恁两个手放做伙，恁放做伙，我放在恁的手遮。头拄仔我敢有甲恁讲，这公的母的咩啊看，恁敢会晓？公的母的要安怎分啊？有角哦，送有角。公的有角，还是母的有角？你感觉母的？你感觉公的是无？你嘛投公的，啊你的？你嘛投公的？我投母的。你嘛投母的？所以有人有两个要母的，其实是公的才会发角哦。啊，因为母的吼，母的淡的不要紧啊，因为因公的吼，因为着要争地盘，还是要甲母的交配，因会相拍，所以因需要有一支角。比看啥较勇啦。嘿，比看啥较厉害，较有力。啊，母的其实母的伊无角吼，佫有一个帮助因的，就是恁头拄仔拢知影因生卵伫咧倒位？土粉在内面啊。嘿，伫土内底，所以若是像公的有角吼，伊无法度卵足深的，伊会叫揢掉的。所以母的无角，母的头圆圆较好乌土。啊，毋过其实母的嘛会相加哦，嘛毋是相加，因嘛会相拍。因有当为着要争食，因嘛会相拍。哦，遐有一只对。哦，顶头还佫一只。有一只。看到。哦，啊，迄只就是母的，迄只是无角的。对，啊，像这，咱头拄仔讲这伊的空喙吼，就是应该吐破了嘞。哦，这足深的。嘿，这足深的。啊，而且你小可摸伊小可黏黏。有影啊？黏。啊，像这乌乌的这可能就是旧年以前的，就是这旧伤痕啦。伊今年的若好去就变安尼。哦，啊，所以你若是看到一丛树啊，这丛树啊叫做白加油。哦，这种树啊，伊若是树皮空足济吼，就表示这附近应该有落甲龟住伫遮。啊，这顶头这一只芳。嘿，啊，迄芳吼嘛是因为因嘛是要来食迄树叶。树林。嘿，树泥。伊要来食迄树泥。袂啦，伊即摆食物件，咱可以找看有较低无？人咧食物件，咱卖看有较低，恁会当直接看。哦，伫遮。伊有弄着你哦。你刚才因啥啦？我甲摇树啊，伊会落落来。因为画袂掉。毋是哦，因毋是画袂掉，因是拄着树啊，向叮当，嘿，因会甲骹揪起来，因会惊，因就假死落落来。来，我摕起互恁看。你看伊的角就足明显的，有无？恁看伊的目睭伫倒位？咱看伊的目睭，伊的目睭是这两粒乌乌的。I know。You know。啊，毋过这只一直要落落去，因为伊即摆若是惊吼，伊就一直要落去树仔骹。一直要落去树仔。等你家放这罐。你要放这罐咩啊？你慢慢落落，哎，你要慢慢落落。落落。啊，毋过因为。哎，这里，这里哦。My God！ 好，安尼咱今仔日讲的母的，甲拢找胶段哦。你搞看人家。伊叶仔敢摸会掉，我看觅。伊放伫咧树仔顶面好啊，我甲伊放喺遮。恁同遮看。啊，恁敢知影落甲久差不多当时看会到。啊，佫落去。你莫佫也吐啊啦。6月哦。差不多6月
6月、7月上爱济。啊，你莫甲吐啊，无伊个6月。啊，所以有当阮细汉的时阵吼，就是有当啊会伫即种，咱头拄讲这叫白加油吼，伫咧树仔骹，啊有当啊就会去湖边啊，你就会当，你就会学着因，就是因生囝了后，公个会先死去，啊所以会捡着即种因的角。因为公个的任务就是交配了，伊的命较短，啊母的伊因为要生卵，所以伊会活较久。啊，所以有当啊，阮就伫树仔骹学着即种角。啊，这角吼，恁就会当甲伊绑用绳啊，还是用铁线、安线啊，绑的，你就当，比如讲，讲高咧小搭，对，恁的迄个卡棒顶管安尼，还是做锁匙圈啊。哎，大概来小岛吗？小搭哦，可以嘛无法度。我直接头壳丢叫伫拄着，叫伫拄。好，甲拜拜。好，咱今仔有看到啊，真好。这一档，每一档拢会当看。当咧跳厝。无啦，伊去伫甲厝爱着个走去。啊，这只是啥物？这是啥物？我不知道，我没丢。你会当来遮看，伊甲伊的肉，伊会甲伊的肉做一条的肉丸啊，啊，摕等于互因的芳的迄个白皮食。哦，啊，这只应该就是伊羽化失败啊，青色的这只是肾。哦，恁看这每一个壳拢是肾仔壳，这壳空去啊，表示伊已经飞去啊。啊，毋过这只就是伊失败啊。因有当啊就是毋知啥物原因，有当啊因会失败，啊，就变做别人会食物去啊。哦，你全部拢黏咧我的身躯顶。啊，这种嘛是算一种高卡芳。遮济，恁全部拢要黏咧我身躯顶哦。我想要来练卡车。恐怖！好行，继续行，莫甲搅了，伊咧食物件。鼓声澎湃100，身躯当头起。有的大人也是咧陪囡仔看这物件的长辈，因可能有的物件袂记，还是无机会接触，就先去看这个影片，啊，你就知影这咧讲啥。像我做生态啦、动物的，啊，有的是做理工的啊，或做迄种无共产业的，各行各业的，需要大家用专业甲语言去做结合。只要一个语言，咱会当用伊去学到新的物件，这个语言就袂死去。好，头拄热噗噗哦，热咻咻哦，但是即马要甲大家讲这本册，哦，这本册就老师俊廷兄你甲咱讲，这本册叫做《台湾动物来唱歌》。啊，你讲台湾动物的动物啦，是安怎过来唱歌？第一个就是你头讲唱歌对吧？阮内底有唱一个物件，就是其实阮台南腔叫做笑歌。笑歌。嘿。台湾动物来唱歌，啊，现在讲来做这本册，就是因为就是自细汉就是介意这个通拖动物生态嘛。迄阵就咧想讲，咱敢有法度甲这个生态的物件，还是动物的物件，甲伊做新的创作。因为像阮细汉，甚至阮爸爸迄end的细汉，可能拢陪零死车粪机，还是点仔架黏着骹。啊，迄阵就想讲，咱哪会拢无一寡较新的台语的趣味的创作出来？小弟，你停在遮，一般的人就是讲，歌就唱就好啊，啊，你佫想要安尼遮搞工，佫家己做歌。对啊。你这是天生的搞工的哦，还是讲你万项代志，你就想讲，我要看下通我用台语去创这创迄安尼。因为拄啊好熟悉这物件嘛。啊，我食头路，阁有去学拍片，哦，你本就咧拍片啦，嘿，啊，身躯边阁有迄个爸爸会当掠来做歌。爸爸干掠来，咱来小干者，恁爸爸是啥物名？我坐好，来，我甲你讲，阮爸爸，阮拢叫伊阿邦啊。哎呦，周老师定邦啦，周定邦啦。哦，这咱台文改台语改大脑呢。无啦。哦，拜托诶，无啦，啊所以你这算做完全处理种台语家庭嘛？是。哦，才会安尼几套诶啦。那言语啦、唱歌啦，吼，啊影视啦，拢结合到底。对啊。吼，我阁有掠一个人。佫掠啥？这钟尚宪。哦，尚宪兄，
这是我的小舅啊。啊，啊来画图的这是陈启洲，嘿，啊这是一个介好的朋友，啊伊做到画生态的物件，啊所以就甲遮的人捡起，啊而且内底佫有足侪拍片的啦，做音乐的朋友，啊就是拢啊苦苦来。有志一同，嘿，因为我无可能家己一人做遮个代志，有遮个朋友，遮个逐个人斗相共。咱先来讲这内容，小咱再来问讲咱这个团队好啊吼，你感觉这内容吼，如果若是囡仔帮囡仔兄吼，要来晓这个物件，还是讲家长要带处理囡仔要来看的时阵，应该安怎来认捌这本册，还是讲无啦，你就掀起来就看就对啊。其实虽然伊生做是一本册，啊，毋过我感觉上好的方式就是先看影片，啊，听音乐，上自然。对，就是讲坦白的，就是这囡仔歌吼，就是互囡仔足短，啊，足简单，啊，咱讲白就是足洗脑，所以因一直听，因有兴趣，一直听，伊就会甲遐物件记。啊，毋过咱绘本内底无法度去甲所有生态物件拢甲展现出来，啊，所以阮就佮甲每一个歌曲，伊佮配伊后壁的物件，甲伊拍做生态影片。啊，所以有的是有的大人，也是咧陪囡仔看遮个物件的长辈，因可能有的物件袂记，也是无机会去接触，就先去看即个影片，啊，你就知影这咧讲啥。啊，翻头，因为迄有的囡仔较细汉，佮袂晓看字嘛，哦啊，所以会当甲遮个物件拢熟悉了，大人囡仔佮做伙来看内底的内容。一网打尽就对啊，老少咸宜啦。安尼吼，咱随着紧来听看卖，这个影片吼，来考虑到底来洗脑者。旧心澎湃意淋淋，身躯动头起，思像恁该认真，放袂落雨到遐时。咱大家看到这影片吼，这歌吼，有影真洗脑，我拢放互阮囝听吼。虽然阮囝即摆咧，佫3、4岁尔，佫懵懵了了吼，但是我相信哦，一定有作用啦。是。安怎讲呢？我自细汉时阵吼，爱看布袋戏，2、3岁啊、3、4岁啊吼，就开始吼，阮咧网家人吼，人布袋戏，人家会晓唱，会晓出场诗啦，安怎那么？对。我感觉这种细汉时阵弄有作用咧。对啊。其实你讲伊3、4岁啊，你感觉伊像毋知影创啊？其实伊听的，迄种写入去伊的迄个记忆内底。敢若迄个写伫迄个电脑的迄个对记忆体内面。而且伊是专心的无，你第一道曲就去，迄种曲一世人袂放袂记安尼吼。有可能。安尼真好。咱来讲这个内容吼，你这个编法吼，是你家己的生活经验，还是因为咱若看到周老师吼，也带人去野外去看迄个生态，你是安怎来经验这个谈话呢？这本绘本内底有分4个部分啦。啊，其实就是咱住伫台湾，就是咱台湾人吼，就是咱咧接触自然，上介简单的4个环境：松林、千山、浅海，啊，佮有溪流。所以地理性你先甲分出来。对，甲这4个部分分出来了，啊，每一个部分，阮阁经2种，就是一般出去足简单能接触到的。哦，像松林内底就是有荠类，啊，佮有七星菊啊。啊，荠类。嘿。观众朋友，你敢知影啥物叫做荠类？咱华语安怎讲？华语就是蝉。对。荠类啦，但是吼，阮细汉时阵叫蝉啊。对，其实足侪种讲法。对，因为咱台湾敢若蝉啊这类的昆虫就几60种。啊，伊的特色是啥物？你感觉？叽会叫啊，大家有记忆性的，伊会叫。啊，毋过这几60种因叫声拢无共款。对。啊，所以其实伫咧台湾每一个部分，较定去用听到的蝉吼，离因迄个所在可能讲法就无共。像记咧，咱念较紧的就变做叽哩，就是伊咧叫的声。是这啦。啊，有可能
因为阮即马哪咧做，哪去对一寡，因为我有一寡朋友嘛是做爱拍绳台，甚至有一个就是一直咧拍咧翕绳啊。阮即马就对着一种叫台湾暗绳，就是伫咧台湾西海岸，伫咧毛峰啊，还是海边啊，暗头啊才会叫，而且伊的声就真正是叽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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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足趣味的，所以我咧想讲有可能，因为以前人可能会用因的动物的声音啊，伊的色水去号名嘛。对啊，一般拢是安尼，真侪种叫伊的声就甲叫安尼。嘿，所以我就咧要讲，感觉真趣味呢。而且咱讲神，我来北部的时阵，话家长甲我讲，因讲闪，嘛有讲闪的啦。这甲念较紧的，拢真趣味呢，闪，够感觉。我唔知影这真正假啦。这有影，我细汉时阵也是差不多，哪吒师米吼，哪吒师米安怎讲？暑假的时阵，去迄个阳明山草山顶头，拢这啦。闪，这有影呢。系啊。苗圃营地遐吼，闪。对。哦，所以我感觉介趣味。对呢，这册吼，那囡仔看起来趣味，阮大人看起来唤起记忆呢。对，而且我做这本册得到一寡长辈，因有当仔会想到因细汉的这个记忆，我就会搁收集到搁较侪名词，我感觉足好耍的。譬如讲啥物？像咱头仔讲的神吼，话有顶头有一个长辈讲，因有一种叫做九强神，就是伊是最爱听伊个九强树啊顶悬的，伊个身躯是乌色，听咧高强哪迄种？对。九强啊，哦。所以每一个所在拢无共款的，但是这嘛地书我看你，哇，你这声就要去读博士啊！伊这哦，这昆虫系昆堂系毕业的，本科的哦，去读海洋设施。对啊，我看你设，你即马吼，你博士了，唔知影读啥物啦？无法度啦，无法度去读博士。无法度吼，因为这吼无一定啦，这人吼就是安尼有趣味吼，但是吼。你甲观众朋友讲，要做一个台语家庭，或者是讲，从恁爸爸开始，因为我嘛有朋友吼，因为厝里讲台语是大人讲台语吼，一直强迫伊讲台语，讲甲伊会反感，是，爱上歪讲，歪讲了后才变做袂晓讲，对啊，要安怎有自然的生活当中去学习，变做你快乐。有乐趣，这安怎来破败？其实我家己的经验，因为我自细汉就是我住台南嘛，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我按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就是阮除了上课，老师会讲华语以外，其实下课的时阵，阮甲同学啦、甲老师咧讲话，还是咧创啥，其实台语占真大的部分。所以对我来讲，像有淡薄听思想。毋过你讲的这种咧，我嘛是有听过，就是我感觉迄个关键可能是爱伫囡仔几岁的时阵就甲伊讲。像阮查某囝伊是，这样几岁？伊即马6岁外。因为阮迄阵教阮牵手就是决定要互伊教阮细汉同款的这种母语的环境。因为虽然阮牵手是台北人，毋过阮两个细汉就是拢先会晓台语，才去学校才晓华语的迄种囡仔。所以阮嘛想要搁互伊有即种环境，就是伊搁伫咧因阿母巴肚内的时阵，阮就拢用台语伫厝里咧讲话创啥过生活。伊生出来了后，伊听到的环境内底就是以台语为主。虽然讲咱出去一定会听到其他语言嘛，毋过就是咱倒来厝里就是拢用台语为主的时阵，咱就无迄种强迫，还是一定爱安怎迄种情景出现。对，所以可能因为我咧带行大嘛有，对啊，你拢在台北教啊，你带团你讲，即摆的少年翁仔某，乃至到讲因的囝儿时势，即个母语的状态差不多是啥款？因为我感觉这重点是父母，甚至是因阿公阿嬷爱有一个意识。
我感觉意识是一个关键，因为我即马咧带，其实已经是某一方面已经是见过的囡仔，因若是完全听无的囡仔，我捌遇过有一两个啊，因爸爸妈妈会想讲，有即种机会当用台语去行搭，啊，咱伫咧厝里伤少讲啊，无咱带伊去看觅，啊，毋过迄种的效果落，对囡仔来讲就是足无聊的，伊会感觉我咧讲啥拢听无，啊，我无可能为着一个。袂晓听台语的囡仔，我去靠人上济华语，安尼对其他的人其实是较无公平啦。对，其实我嘛有拄过有家庭是，伫囡仔3、4岁以后才开始甲伊讲台语的。对，啊，毋过迄就是伫因兜就爱有一个大人拢爱有一个共识，爱有一个意识，啊，毋免讲去甲伊强迫啦，就是你教囡仔生活创啥，你拢甲伊讲，慢慢啊，迄比例就会搁较细过来嘛。就是讲，伊本地可能对，啊，所以迄就是爱讲较白真辛苦啦，就是大家拢爱去拍拼，较有法度。所以你定位你家己这本册吼，是变做是台语文的辅助性的读物，还是工具性的工具册？我感觉伊佫无到工具册的程度啦，就是阮。上开始起头要做这件代志，就是主要就是想要互有兴趣台语，还是需要台语资源的家庭，咱会当有加一个选择，就是不管是影像啦，还是音乐啦，还是绘本。我要做这套册的时阵嘛，差不多阮查某囝嘛拄出世的时阵，所以阮迄阵就伫遐想讲，大汉要互伊看啥，要互伊听啥，大概会有这个。恁查某囝的。出世的礼物，这算是对，这算是送予伊的礼物。因为即马普遍台语家庭拄着的问题就是，咱无一个像我细汉好啊。我细汉虽然厝里拢讲台语，毋过下课转去厝，若是大人咧无用，咱就是转迄种网家的频道嘛。啊，即马有足侪网家的频道是，若毋是华语就是英语。毋过咱无一个一直互囡仔看到台语的物件。虽然讲一直看电视嘛，无一定是好啦。毋过至少无即个无即个选择。就我放互阮囝看哦，拢我迄个时代黄俊荣播的。哦，即何必龙君啦，上面伊即马开始会晓比。但是我头头我有赞同，就是你爱有心，爱父母。处理家庭，大家要决志，教堂啊来实行。对啊，其实这嘛是爱开真侪时间甲资源啦，因为毋是讲每一个时代，还是每一个就是家庭内底的人拢有法度去支持，甚至去配合。啊，所以这嘛是一个大家需要去努力的所在，安尼。这算地话啦，吼，就是恁爸爸作为一个。研究台语的人，恁安尼一路你的成长，上无嘛30年的变化，对不对？这30年的变化，咱即摆如果若是一般的这个家庭当中，有这个意识，佮开始讲，我要来上周老师带团的课，按阮囡仔听无？我来去倒位找资源，生活阮囡仔会当辅助，就是讲，甚至我家己嘛无法度啊。这个老爸老母，我家己嘛无法度，伊要开始对倒位开始踏出头一步啊。其实有一个代志，我爱先讲者，就是阮爸毋是以早来做台语的，伊以早伫咧我高中、国中进前，伊是一个。算是理工科的啦，就是伊咧起厝。所以其实阮自细汉嘛，毋是讲，就是虽然伫厝拢有讲台语，毋过嘛毋是讲自细汉就是，咱兜就是一定爱讲台语，咱就是一定爱安怎。迄阵其实只是一种的规定。对，就是迄算是我可能咧台语即个方面较幸运的所在啦，就是细汉就是安尼过生活大汉，一直到。高中迄阵，高中迄阵，伊开始咧接触台语文。其实我迄阵嘛已经去外口读册啊，所以变做是讲，可能阮兜就是即种生活有一个经济伫我的心内之类的，就是无一定讲是阮爸叫我爱安怎做，变做讲细汉得到的物件，离家己心肝来，伊家己。我会安尼问，就是因为即摆其实咱面临一个关卡，一个坎站，就是讲。其实真侪人有心，对，但是
唔知要去倒位学，啊无即个资源，嘛唔知影即个资源。其实即马我感觉相对性来讲已经继续侪，比如讲像恁也有即种册吼，安怎。那么真侪人唔知要去倒位找，啊来看咱台语台吼，看敢若咧看咧，嘛唔知影要安怎打出头。其实即马我熟悉做者台语家庭，就是阮即缘的，还是甚至比我搁较少年淡薄仔。真济吼，有两种啦，一种就是细汉有咧讲台语，啊大汉可能去外口读册食头路，较无咧讲啊。啊，生活内底台语变做少，啊，毋过因生囡仔了后，因就教囡仔做伙搁教台语捡转来，即种会有。搁另外一种是自细汉完全无咧讲台语的，啊，毋过因生囡仔了后，关键就是生囡仔啦。生囡仔了后，因就感觉讲，这足重要的。啊，咱以前拢袂晓。啊，毋就台湾创新。我感觉这是一个，咱这个时代是一个介趣味的时代，就是大家要甲遮，不管是以前有经历过，还是无的文化，甲母语生转来。对，啊，所以有的家长吼，因会感觉讲，我台语讲了无好。啊，毋过我头仔讲的这两种，就是一种是教囡仔做伙甲台语学转。一种是完全袂晓，甲囡仔做伙学，结果即两种吼，其实你会当看到，迄囡仔无一定台语无好哦，因甚至因的腔口、因的啥物的，拢比因的爸爸妈妈较好。啊，因为即马有足侪台湾有足侪所在，拢有即种台语的共学的团体，就是咱会当招出去，互囡仔有囡仔伴。啊，斗阵做伙的时阵，就是大人囡仔，就是拢会当做轻松啊用。台语去交流，啊！你台语无好，你就是哪算嘛？因为囡仔像阮查某囝，伊细汉伫厝拢讲台语，伊去外口总是爱去外口嘛。去外口拄着伫公园啊，拄着袂晓讲台语的囡仔，伊嘛是算会起来啊。因为因一开始就是拢用身躯，还是迄种动作，还是安尼嘛当交流嘛。啊，所以咱若是有安尼的环境，安尼的时间，互即阵台语囡仔做伙佚佗，做伙大汉，其实就会互相影响。你自然派，安尼自然派，我是真赞同。阮大家透过这自然的人拔吼，会当来进入做一个角度切入了，啊，慢慢探去啊别的领域内面去人拔吼。咱当然甲这本册吼，他拄我看到遮，像这倒退牛啊，倒退牛，咱的华语是叫啥物呢？倒退牛的即只。伊平常时拢藏喺沙底，大家可能无看过伊本人。敢是即个色，就是即个色嘛。即个色，伊的华语就是因为伊食狗血嘛，叫做狗血狮啊，意思啦。狗血狮啊，哈。啊，伊就是拢秘伫咧沙仔内底，啊，就是像我册内底安尼嘛，伊就是藏喺沙底，啊，干那两支喙米藏伫遮。两支喙，两支喙齿啊。因为迄沙伊拢爱住伫迄种压袂着雨的所在，安尼伊的沙会足夹啊足粗的有无？只要虫行入去，伊就会滑落去。啊，滑落去要爬袂出去，因为迄沙足大的，啊伊而且伊足厉害，佫会共喷沙哦。啊，所以你就像迄电影拄着流沙共款，迄人一直含落，啊叫掠。啊，所以这倒退牛一个名是因为伊拢牛倒退，伊伫沙内底拢牛倒退，就是会做即种秀的，伊是牛倒退。啊，阮细汉有一个名，毋知你有听过无？叫沙猪啊。阮就是叫沙猪啊。你嘛是叫沙猪啊吼？对，因为伊可能身躯安尼肥肥，啊，拢藏喺沙内底。啊，一个毋知呢，阮细汉时拢闻着一个味。真诶哦？拢闻着一个味，阮拢味啊咧，味啊去喷啊。迄可能对，可能就是伊大诶所在涂刷粉啊迄种。吼，对。啊，阮佫用头毛还是用草遐钓。恁用钓啊？就是无好钓啦，啊，毋过就是囡仔诶时阵就是无聊了，去甲人去甲人。我拢甲破坏啊，摇出来就走安尼啊，对啊。哦，这是倒退牛啊，啊，这产衣啦吼，大家就知。但是产衣其实足侪种。对。其实咱台湾的动物拢介侪种，啊，毋过以前的人可能无分到遮有。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咱的俗民所申请、所讲的这个话语，其实。要行向这个科学性的氛围的时阵，应该搁较用，吼，去甲认拔，啊去号名。咱有通开始来创这种工课，做这种工课。其实即摆有一寡
台语的优质，就是咱讲中华民国好啊，就是伊的语言政策，就是中有一个足长的时间，就是咱的本土语言就是无一直翻新嘛。因为像咱读册创啥的，遮个生物、遮个昆虫的物件，咱拢是足侪是按外国来的嘛。啊，咱拢用华语翻译，所以华语就一直翻新，一直翻新。啊，即摆本土语言拄着问题，就是无对着翻新即个动作。啊，所以即摆阮就是有一寡台语优质，不管是像我做生态的啦、动物的，啊，有的是做理工的啊，或做迄种无共产业的。各行各业的。对，咱即摆就是需要大家用咱的台语的能力，啊，用咱家己的迄种专业的背景，甲伊结合起来。第一就是咱甲以早可能有咧用的事找出来，啊，第二就是咱可能要去创新的，对，啊，毋过咱要用台语的理路，啊，搁用科学的理路去甲伊结合，啊，这做出来新的物件，大家一定会讨论，啊，毋过可能你创的甲我创的搁无共，啊，这个时阵就是大家有讨论上好啊，对，啊，用落去时间长久以后，好的就向留落来嘛，对，所以我感觉即摆就是需要。像台语家庭也好啦，也是讲咱伫咧各行各业，就是需要大家用专业甲语言去做结合。其实毋若台语啦，咱本土语言其实拢做需要。只要一个语言，咱会当用伊去学着新的物件，这个语言就袂死去啊。对，我是安尼认为啊。有影，这创新实在是真重要啦。因为你敢若狗牙哇，狗牙百百种呢。系啊。哦，啊一种啊慢慢出名，慢慢好名。对啊。啊嘛，每一个人、每一个区域、每一个所在，拢有家己的即个特殊的经验吼，去好名。大家拢讲即个就是足侪讲袂了嘛吼。我感觉这是周老师吼，伊咧从事即项代志上重要。如果你还佫有传播的能力，吼能力，然后来影像来甲大家来讲，吼啊。而且佫大家斗阵来讨论，啊变做一个平台。哦，有个人看到这册中，无咯，这阮安怎讲，阮安怎讲安尼，较有即种例咯吼。当然有啦，啊毋过就像我讲的，就是大家讨论啦。因为阮怎讲，就是除了做台语以外，就是我咧读迄种生物背景的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个观念，无一定每一个物件拢有敢若一个正确的答案。尤其是甲文化有关系，像咱考试可能拢四个选择，你爱拣一个是完全第一个正确的。啊，毋过伫咧文化内底，也是像咱生活当中，足侪物件拢是有无共款的可能性，啊，有无共款的讲法，这是做思想的。啊，所以我无啥会去讲，你讲安尼毋对，我会讲恁兜的讲法可能甲阮兜的无共，啊，阮兜的是安怎，啊，就安尼就当去交流。啊，无有当你要讲人毋对，人讲你毋对，大家就无要继续啊，就无通算啊嘛。对，对啊。哦，这就要大家爱斗阵来斗餐，啊，这样才有意思。上后尾你甲咱看，这吼你摘来这个是模型啦吼。对。啊，要安怎讲吼？上后尾啊，这个爸爸妈妈也好啦，啊，是囡仔班啦吼，啊，少年兄啦吼，来，咱一个一个来读。看这是啥物？这其实就是册内底拢有出现的嘛。这倒体牛，啊是沙猪啊，对啊，这是先仔囝，起咧，记咧的囝，因细汉住咧土咧骹，啊咱热天像即摆热天拢会伫咧树仔顶捡咧壳有无？先仔壳就是伊，就是伊啦，啊以早啊这是伊本人啦，对，以早这先仔壳可以当做入药啊呢。伫中药店买的，对，所以我有拄过一寡迄个前辈，也是大人，因就讲因细汉热天拢去捡这做线工，啊，即摆无啊啦，啊，佮有像即两只，咱讲的花条，啊，有人讲孔腔啊，啊，这孔腔啊，这两条其实是无共款的呢。其实伫咱台湾有5种，即种高感仔科的鱼啊，5种。啊，像花条即种的较大只的、较大型的，像伊烧拍的时阵，伊这其实吼会腾开足水的，即种有3种。啊，像即种看起来噗噗的，其实较细，即种有2种。啊，阮平常时啊，大家拢讲花条嘛。啊，
会找到孔腔啊，这个名是因为阮爸爸是迄个台南将军遐的人，啊，阮有当啊转去遐了，会去海边啊看看，啊，有一道就是无场地去问到一个阿伯，阮就讲啊，这种鱼啊，咱遮安怎讲？伊就讲啊，迄个孔腔啊，哦啊，就无场地去捡到一个名倒来，啊，就发现讲哦，原来就是每一个所在其实有影七股我嘛听过人讲过。嘿嘿。对，啊，所以就是安尼甲名捡倒来。啊，刷来即只，即个色地其实毋是咱台湾的色地啦，啊，毋过伊嘛共款，伊是山鸟。嘿，那是。其顶头嘛是有拍打啦。目白心照两条白线，啊，目口白白，这就是咱台湾的山鸟。啊，这两只就是咱伫海边啊看会到，这就是海蛔箱。海蛔箱。嘿，啊，这只是大公参，因为伊的尖仔讲足大支的。讲的金马公做大鸡的，这个大公参。啊，这华语甲提琴蟹有关系无？华语叫做招潮蟹，哈，就是伊手动来哦。咱讲伊像迄个下海水来，啊，毋过其实因是咧甲其他的港的这种金仔咧等啦。最后一个，这是咱的田螺，田螺嘛做者讲法的呢。我有听过田螺、田蚶、田鸭。做这种。但是字拢无变啦，吼。对，就是伊的音无共款。是。啊，田螺佫有一个亲情，就是咱讲亲啊，还是水田螺。亲啊，吼。对，迄就是因两种是亲情。其实有影人捌袂完，啊，而且佫真生活性。是。吼，啊，透过这本册《台湾动物来唱歌》，吼，周老师，吼。规个家庭吼，啊，大家斗阵来学台语，甲台语捡回来。啊，不管是你本来是母语也毋是母语的人，在这片土地顶头，吼，你用母语也好，用台语来对着新生的事物来命名，吼，会当取得新的文化的经验。咱看到咱台语人吼，在咱这个岛屿树顶头，继续来使用，吼，世界万能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